其實咧，即係呢個貨幣，即係硬幣咧，確實係喺而家商業社會裏邊係有存在，因為冇可能係去街市買餸咁樣用電子貨幣，我都想咁但係實際上係唔得。咁因而咧喺家庭裏邊能夠即係會積聚咗嗰啲嘅稅銀嚟講咧，係事實存在。咁但係有一個好現實嘅問題，拎到去銀行咧，你又唔幫佢做喎，或者要收費喎。咁我覺得政府嘅責任係有嘅，即係點樣能夠去提供一啲嘅機制，去俾佢能夠將呢啲咁樣嘅稅銀能夠兌換翻大額嘅，或者係即係嗰啲嘅貨幣，或者能夠真係使得到嘅問題。咁所以我問政府嘅，即係可唔可以諗多啲？頭先陳鑑林議員所提話，即係嗰啲收銀機啊，咁呢個其實等政府可唔可以考慮資助佢能夠放咧？咁樣或者你特定有一個時限去俾呢啲市民能夠去到銀行去免費去換取翻呢啲咁樣嘅由呢個零呢個稅錢變翻為大額嘅金錢咧。其實咧，你而家你譬如正話我所提到有啲銀行嘅收1000個硬幣都唔收費嘅，咁你其實呢個服務，即係我唔知一般人屋企有幾多個硬幣啦咁樣。如果用呢個服務嘅話，其實都可以處理到咧，即係嗰個問題嘅。但係我覺得喺而家嘅情況之下咧，好多銀行咧已經係有做緊呢個服務。咁正話我話收費嗰啲係講好大額嗰啲大商戶先，有時要用嗰個服務啦。咁一般小市民要面對嗰個問題咧，即係我覺得而家情況之下咧，應該係可以可以去處理。咁如果你話要一次過，假如話一次過銀行又話要有個寬限期咁樣話，你冚唪唥拎錢入嚟去換咧，咁其實我覺得就冇需要咧，因為你而家根本上咩時候拎佢都收噶嘛，1000個硬幣之下，啲銀行係唔收錢噶嘛，唔收嗰個即係處理費噶嘛。所以而家嘅情形係唔係已經做唔到咧？咁我又唔係咁睇咯。我覺得而家情況之下，只要我哋多啲去將呢個信息提供俾市民聽。如果你係有屋企好多硬幣，你想拎翻銀行嘅話，你而家隨時去拎佢。